泰國係華僑最多嘅國家之一。客家人在泰國華僑界係股龐大嘅力量，使農工商各個行業中人才輩出。泰國是清河單元的會所，因為泰國就是2000年冇戰爭的國家，所以講因為當多台灣人啊，來多啲啊，特別從事調動。我們在最近這個10多年來啊，我們台商來比較多。那真正台商來的呢，有70、80年以上的也有。你台灣人要決心啦，決心落嚟呢，泰國人嘅ใจเย็นๆ嗬，咁มัน就ก่อนนี้ต้องนั่ง溝通就錯啦。對希望我哋慢慢的適應佢哋咧，然後你台灣人嘅觀念嗬，搞起來一樣做。前後背後我哋申請 ISO， 全部用用公式化嘅。泰國嘅地理位置在亞洲嘅東南方，東部鄰鄰暹羅灣和高棉，北部和寮國相接，西部鄰鄰印度洋以及緬甸，南部連帶馬來西亞。面積大約係517000平方公里，體型就像一個雙頭孔樣，長長嘅橡皮管穿越馬來半島。以佛教立國嘅泰國，人民普遍係信佛教，因此社會風氣淳樸善良，再加上工資當大，因此吸引嚟相當多嘅台商來到泰國投資。而其中客家族群也無採少數。但是路上懷念啊，愛提供啊，唔必的菜價錢以後啊，出門但是呢苦難當，出門但是那苦難當。愛上情講得到使用，浪潮改啊，每個創啊，100年生命中秋呀哇，2年夢日那多雨風。有人講，凡係海水所到嘅所在，就有華僑；有華僑嘅所在，就有客家人。本必已成為台灣移民者嘅天堂泰國，從二次大戰開始，就有一群台灣人隨着日本嘅軍區來到泰國。唔管係自願或者係唔係自願嘅，戰後留下來嘅台灣人，就成嚟第一批台灣移民泰國嘅華僑。30年前，一到台灣具有專業技能嘅技術人員，揾遍到泰國嘅工作。呢群人將技術帶到嚟泰國，唔但贏得嚟泰國人民嘅尊敬，也天天嚟日後發現在泰國嘅 TV。20世紀末，一度嘅台商帶定資金嚟到泰國投資創業，形成嚟第3波台灣移民泰國嘅新浪潮。其中，我們台灣的客家同鄉也不少。早期呢，家庭大部分就帶過來了，冇都對啲結婚呢。和天意體驗人呢，喺中央哦，對台灣是想結婚係多。和新來嘅大部分喺台灣結過婚嘅上來，除非有少數嘅哦，喺後生嘅係咪要結婚呢？哦，喺對啲邊樣發展。經濟統計。從台灣來嘅新移民就有12到13萬人，
其中苦慣習慣嘅客家人也無才少數。老頭擺無權用嘅係，呢群客家人既無耕生也無耕田，而係在工商業界中有點不平凡嘅成就。呢幾年，呢群海外嘅客家鄉親開始積極嘅聯合起來，組組嚟離泰台灣客屬聯誼會，希望透過一年嘅組織，讓海外嘅客家人能夠團結起來，相互扶持，弘揚傳統嘅客家精神、老客家文化，能夠在異鄉落地生根。以前嘅建工廠，即係建工廠嘅時間，我睇工廠嘅用睇工廠嘅水木板搞也係睇過技術嘢，睇嘅工廠嘅水木板安樣。畢業冇錯啊！因為我哋嘅文化語言唔同啊，喺吉福利山呢是有煮洋飯的，蛋炒飯。蛋炒飯呢，我就加隻荷包蛋落。我是差唔多2禮拜以後呢，食落去實在哦，斷掉咯。因為當時唔會講泰文，我買到摩打嚟講，當然用泰文嚟翻譯摩打，都有個泰問題啦，所以冇辦法按照在試個專門賣摩打所以去看，後來用因為個變速摩打變速馬達，但我們又不會講泰文，所以有很大的問題的。所以現在來講話當然沒有問題了。以前的時候剛來的時候，就說買一個馬達，你要花了1天2天的時間。開送情歌的標準啊，起來慢慢申訴啊，看容易啊，大年生意的通過講啊。3年啊，兩在你愛歸，3年兩在呀，你愛歸呀。來到泰國曼谷，你簡單嘅就能夠發現台上嘅酒家。原因係因為泰國嘅移民政策老用資策略造成相當嘅寬鬆老便利。成功嘅吸引嚟泰皮嘅台灣新移民到呢嚟發展，因為充滿經濟發展和社會自由嘅環境，也吸引嚟泰皮嘅台灣客家人漂洋過海嘅來呢嚟尋出路。而家我哋技術人啊，當時來泰國，得到泰國白鄉嘅人民嘅尊敬，因為我哋搞技術厲害，所以當時我哋出去。解放泰國人看到我哋係談到我哋是台灣人，對我哋非常尊敬。所以以後來台灣人也係得到泰國百姓嘅尊敬。所以我講過，來泰國我哋一起來泰國咧，對中華民國台灣嘅貢獻嘛相當大，也嘅嗱產出經驗。嘅人感覺最驕傲嘅一個地方。黃延高係36年前移民到泰國嘅技術人員，佢講嘟開始創業嘅時間，為了訓練泰國嘅技術人員，有8年嘅時間就直接嘅水彩工廠地擺度當辛苦。他能佢講泰國嚟嘅素材，只要很努力就會有收穫嘅。泰國曼谷時期嘅工廠地擺度，聽資料正用流利嘅泰國話老員工談話。18年前，佢從台灣來到嚟泰國打拼，入境隨俗係佢適應泰國生活嘅處事態度。客家人向前行，潛投入泰打拼，在海灘嘅節目地擺度來繼續為人介紹。愛與咩樣樣大笑容啊！
烧错了香子了拜三拜呀，保护爱国爱顺风，保护爱国爱顺风啊！今年57岁嘅田子亮係新竹縣嘅客家人，由於家庭貧困，初中還冇畢業，佢就冇讀書到工廠去，學習機器加工嘅專業技術，在台灣奮鬥了10年。田子亮從一位小工藝變成了一家公司嘅頭家。多年前，佢決定要拓展海外市場，為了選擇最好嘅投資環境，佢連續9年，先後去過了中國大陸、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等10個國家，走遍了大半嘅地球之後，佢決定在泰國開創佢事業嘅第一春。泰國是清河大業嘅會所，因為泰國就是2000年冇戰爭嘅國家。所以我透過日本人打到嚟咧，喺泰國嘅時陣，按照桂河大橋嘅時陣咧，出到個建高啊，佢就會爆炸地嘅。所以講就泰國就清河大業，所以講2000年來就冇戰爭。所以講因為當多台灣人啊，來多啲啊，特別從事調度。美國台灣人呢度當多外國人，甚至係美國也好，即係千多啲啊，外國人來到從邊同啊。1985年，佢將台灣嘅事業交俾本用嚟管理，自家13年來到泰國。結果到來嘅時節，人生地數語言不同，唔但冇客戶，連食飯都係個大問題。跟來到啲佢哋食菜也是財過，哦，將來時陣呢，出外頭嗰將來時陣，佢講咯，話要唔要講啊？需要佢認識炒飯用字嚟話，講開佢炒飯用字嚟講，嗌咗啲設計係用嚟啊。佢頭家都講用，有人講泰國嘅嗌都唔要講啊，就同樣係做得，哦，邊個嗌來食飯嘅時候，哦，嗌打100條粉魚冇執啊，咁食貴嘢嘢來咯，要擺嗌都土雞年來嘅時候，我從意思話，係打爆炸，韓國同樣係用夾埋嚟菜，而係執50條魚啊，所以我聽講呢下開始韓國我哋泰國人有咩歡迎你啊？係啊，呢個。之後，田子亮花了有3年嘅時間，自家學會了泰國話。呢下嘅佢唔單能夠用流利嘅泰國話攞員工開會，就連攞技術語言嘅溝通，也唔是再依賴翻譯了。智慧、經驗以及誠信係田子亮成功嘅3個基礎。勤勞、刻苦、有恒心係佢成功嘅3個階段。經過了18年嘅辛勤經營，兩位客家子弟嘅事業已經做到當成功了。3千好冇？食咗3千好冇？佢幾好啦？阿爸過身之後，田子亮將阿妹從新竹嘅黃山接到泰國來享清福。下班之後，再係冇因素，佢就成為政府卡來陪阿妹食飯。一旦回想起細個時節所受嘅苦，田子亮就也真想兩下，也促從家庭嘅親情倫理。你要透過啊，該到馬府阿姨吹過，你啊要先什麼事咯？好是的。錯，你啊。上個時候我你同我也學過了是的。哎呦，我講誒，阿婆嚟到你阿到了喊鬧嘅都。係，上到阿爸一吹過，你啊嗬，你冇上樹度，冇誒你嚟劍鋒之類，要後幾度冇辦法。我都要後幾啦。都去你那邊去自己。
一條素材就咪幾10萬，做嘅你都很濟啊。有的人本來就做唔起啊，被告拖教書來呀，拖被教書，按3萬做到賺到錢就來走啊，肯定冇嚟好啊。你會攞嘅東西啊，係有人攞唔係攞，但係冇辦法冇嚟好啊，人到攞嚟就生做嚟，從呢樹嘅用會落入嚟啊，東西就反正冇。哦，好啦。我就講中nhiều, nhà bà ăn du học này ông bay à, kêu ăn du học nhà bao. Nhưng sự cho là ngay bờ. Nhà tôi không thì chỉ du học luôn. Nhà anh tôi trường anh tôi lại đến mời ra ăn du học, du học cứ du học, cho thế sự mời tổ chức này. 虽然只有羊而錢不猜，不免讓譚志亮感到遺憾。好在有阿妹在身旁，讓人多了一份安心來前往打拼嘅勇氣。譚志亮有8個兄弟姊妹嘅，再加上台灣還有企業公司，故所接泰國、台灣2天來嘻嘻。大概月呢，活動時候大概月就有將近100到200，因為喺台灣又還有公司，還有建工廠。第二點就係你主要喺你看你嘅親人啊，思鄉嘅心親，將來你嘅互相撈來，是你個人行啊、天行啊，是個親戚朋友較湊啊，過來人過來，過來了一啲呢，就當到好朋友啦，就會有乜事情就會挺照顧。ngày nhìn đi cả trường trang cô nam yong à, nhìn yêu a có thon chèn trôi nè, nó lòng xuân con đôi môi xuân con, lòng xuân con đôi môi xuân con. ngàyนี้要的同时每次连结、合结要做，同步每次。池澤儉兩公婆喺水電汽水移民嘅浪潮來到泰國，池澤儉也係客家人。老爺嘅本娘插數孔乾從台灣來到泰國，平定2-3年，池澤樹老唯一嘅6000元元新台幣。在陌生嘅國土地背度開創嚟自家嘅事業。我當時來時才1個人吧，27歲都來泰國。當時創業時身上有6000元台幣，來到天然都可以到結婚，4年後兩下都開始做家庭工業。因為家庭工業幾辛苦，冇工人都兩下做，忽然間。邊嘅乜嘢，啲兩世出馬咧，咩講都安尼，都做細輕嘅東西，家庭工業都做種細方嘅路啊、細啊，都做嘅紡織池、天氣池細嘅，忽然間實在辛苦。面對客家人成全務實嘅工作態度，池澤儉用心嘅創作新嘅投資作品，兩公婆嘅訂單係1年比1年多。經過嚟幾10年嘅努力，投資工廠就既然從2-3年嘅家庭工廠擴張成擁有900名員工嘅大型投資工廠，當然外銷嘅金額就高達嚟上億元。揾佢成功嘅方法，佢講係運氣好又讀到嚟呢度嘅貴人，佢嘅本娘就係佢最感謝嘅大貴人。客家人細模樣，實在顯出來，用嘅辛苦也挺用。用聽到人哋做熱做嘢，冇熱冇憂。我哋喺本來想講，聽老公做嘛嘅，我哋喺鄉下做，當然係會辛苦啦，有時又會叫遲啦。不過兩公婆鄉下，
都是安尼要爱需要安尼坚持。天子亮和齐泽劍虽然喺不同時期來到泰國來開創事業嘅客家人，但我哋同樣就嚟在既定嘅城鄉看到客家人權欠內陸、上網打拼嘅生涯，人生不貪圖，命運不猜偏。對於客家頭家來講，一切靠松樹來掌握。海外投資嘅台上，就像係隻孤單嘅鳥嘅形樣，完全係靠個人單打獨鬥，平等苦慣習慣嘅精神才一體創業。一旦遇到了困難嘅時節，往往連一下做嚟商量討論嘅對象都冇。客家人向前行，前頭路太大變，在海豚嘅節目地報道，為繼續為你介紹。出門但是呢苦難當，出門但是那苦難當。在泰國曼谷一度嘅國際貿易上，就算係成建博真，雙重蛋糕兩條路一路行來，有人係飛黃騰達，當然也有人係大起大落。但係佢哋相信，從哪人跌倒，就從哪位起來。吳英安來到泰國已經有16年嘅時間嚟，佢做嘅係機器方面嘅事業。我來到泰國係因為在台灣有過一段失敗嘅經歷，在佢獨好嘅經驗之下，佢在泰國重新出發。39年，是泰國是2539年泰幣貶值期間。我愛細妹用出來，自家辛苦到巴圖到開幕啊，來開發些新的記憶。辛苦差2-3年啦，到兩下已經7、8年的時間，所以記憶做了混合中國前後的。所以到了下有遐個規模，太經歷過了了，所以狀況比較多。本身冇對，很經歷了了，主持啊咁樣。會騙到乜解？騙先入現金啊，去過萬啊，哦，還有那幾個意思，連查啊，然後記。貴下邊死在。記性快樂嘅吳英安，在風光嘅時節，在泰國也曾經是本事差來退鋪。過嚟3年嘅好日子，卻在一場金融風暴，用佢嘅事業再度嘅冇體現。但係佢並冇本來嘅危機打倒，佢買睇嚟佢嘅本事差，利用呢條錢讓佢重新開始。用嚟10年嘅時間，佢終於重新嘅起起來，享受成功嘅收穫。慢，慢慢。來，繼續啊，馬上嘅。有上次嘅福菜啊，你拿過來會有啊？有啊。
台上来到泰國打拼，事業並唔係一開始就一帆風順，因為語言不同，再加上環境也相反。從台灣苗栗來到泰國經營運動器材嘅劉永賢，一路行來跌跌撞撞嘅本影片嘅經驗也相當多。因为那边的气候，这边属于一个处女地啊，那边这个处女地比较，当时的某人卖运动器材，很多朋友讲，吃饭都有问题啊，来做运动器材，有没有这样做的？因为当多东西摸T100都摸T100，都俺都刚开始都做到，我一直坚持的做运动器材，没有去做别的东西。但是当时俺有运动器材，俺有创造起来的，俺有希望，因为有点便宜。泰國台灣人啲泰國啦，本然便得當多啦，唔免挨自家添啦。譬如講T100來買20萬、30萬，T100就見買不見多，見買不見多。但係本身泰國人嘅心態都冇講我哋錢呢存起來，也冇那個心態，所以當時但再跟我買的時候就有，變成我們給他欠到錢，要不然久而久之，我們就是說就會給他騙到，就會給他說，因為我們不放他也不是，放他了以後就風險就出來了。這不是說我們不相信他，也不是說他有心要騙我們的，他確實沒有錢了就跑掉了。在海外做生意，劉永賢認為做頭家嘅人一定要企業有信心，毅力老勇氣。特別係在不同風土民情嘅國家，管理當地嘅觀念和態度一定要掌握得好。你阿較好啦，以前咧公園啊，給你2000水，聽啊有班意思，怎麼有班啊？冇得上班，就嘛啦，給你2000水，跟住你後來佢錢冇發得100，啊有的人安排發得聽我嚟上班，有的人有啦，沒有全部啦，一部分呢，大部分呢也都講，因為反正第二日我穿喺度，佢第二天上面都嚟發得佢，冇發得佢，佢反正這種佢心態，泰國人的心態都講，今天有錢就今天花完，明天再打算，聽我打算。台灣客家11條街入境泰國之後，進一步發揮個人嘅專長，就提器材經營公司和工廠。可惜嘅係佢哋不滿本，讓人見識到一種將故鄉專業保護嘅來創天下嘅精神哲學。客家人離鄉背井來到泰國打拼事業，呢群頭家除了在商業當中為簽出新嘅機會，對於客家族群嘅發展和傳承能夠盡一份心力，呢點仍係差異。客家人向前行，前頭路太打拼。海豚節目的報道會繼續為您做介紹。看到海水呀，莫嘲笑啊！太海的茫茫都有自天啊，莫只想個毛千條。為在於泰國曼谷南部嘅屯湖里地區，兩人其實係相當多嘅台商。因此，又有4台北之稱。兩人嘅經營形態大部分係屬於中小型企業，就像係所有到海外投資嘅台商一樣，完全係靠個人單打獨鬥、苦幹實幹嘅精神才創業。
安尼本身台湾人同国外必须要团结，所以安尼啦，同多样嘅会啊，台湾商会联合总会，然后就安尼台湾人啊，然后泰国政府要求有较好嘅福利本安尼嚟做，像签证嘅问题啦，也有个投资有乜嘅问题，罢工嘅问题安尼台湾双非联合总会就有咱嘅天数。像你们安尼前一波嘅免用嘅土淳朴里伊就总用嘅做家具嘅用嘅工厂假如伊就现丝状嘅用嘅曼谷丝状嘅人佢就像我出名佢就去簽夾工廠，用有一層人司機冇加班費俾，冇乜嘅東西可俾佢就唔服，佢就去夾工廠講，啫嘛，嚟冇加班費。做司機都冇加班費，俾加班費一樣嘅，所以其實人就走去夾工廠去，工廠去嗱件事情鬧到動態，就講台灣人欺負泰國人，冇半加班費又做唔到，俾佢來，嗰面夾工廠規則變鬧翻起來規則工廠嘅罷工睇，罷工你台灣呢樣嘅總會長咩安尼客家人，王先生就。帶安尼客家嘅總會嘅人去嚟天數嚟講呢樣事情嚟處理下來，講安尼台灣人特別做天數當中睇嘅人，呢樣事情做唔得安樣，凊彩咱人講，凊彩咱人冇人嘅工廠生存唔下去安樣做唔得。加強人際之間嘅付出，攞促權關係互愛嘅，係要客家調解葉錦明。我哋台灣客家朋友呢，50多年前是有來泰國的，不過嗰陣時來嘅數量很少。近近大量來泰國呢，應該70多年前前面一些推上了，可惜來泰國投資一些，從下公邊來，大部分都在曼谷地區的將可惜來嘅前3年啊。當心，因為呢瘟疫唔同，泰國是來空氣，所以呢，我哋現在強解泰國人的反應，按度我哋強解台灣嘅泰國嘅行業，一度會講我哋合法，也會講我哋權益。經過3年嘅打拼，工廠是慢慢順利嘅葉錦明係新竹虎口人，16年前13年來到泰國投資珠寶加工嘅工廠。佢度來到泰國嘅時間，泰國話唔曉講，連點菜用餐都冇辦法表態，只好一直做成食共用嘅飯菜。個福利社嘅盤啊，一粒粒啊，喺啲福利社呢，只有煮一樣盤的蛋炒飯，蛋炒飯呢，我就加隻荷包蛋落，我是差不多2禮拜以後呢，食落實在好，凍掉咯，喺到下晝頭5點下班啊。過了5點半加班啦，有嘅福利社係咪窮老闆？到後尾呢，我是食唔落是冇食嘅，所以是當然啦，7點半要卡食飽啊，到下午頭加班到8點半，就要9點半食飯。繼續3年下來就話面變拍體，個體重啊一下子瘦咗10公斤。下面一個問題，好吧？我論業，他們觀察那個目前在泰國除了無限事業嘅經驗之外，同時佢也係泰國台灣客家同鄉會嘅會長，對於成人嘅教育、老客家母語嘅保存，葉錦明亦能夠感同身受，體會到其他台上嘅子女教育嘅問題。故所佢係捐款來去華人學校來解決台上子女華文教育嘅問題。泰國行業啊，泰國其他台上學，要從啲人條件講，成人表台灣問題，還有呢種教育，也冇幾多嘅，所以呢個問題呢是持續問題，所以呢我哋中華民國政府喺我哋。台灣你要投資嘅推上，當然要包括我哋航運、航運學，大家所有嘅推上是可以健康，是希望為中方國際學校。我這個是做服務，我
来学问，键盘部件啊，我去推销video嘅，拿去播，我去推扫墓，我上班用这个，我亲戚拄到，你生意都变穷变得嘞，哦，跟你地方讲落去啊，食材生意食材怎么同，哦，所以你现在讲啊，在运动班教育工学呢个所有的机会无多，所以就是咩就是我哋做行业费也提过来非常厉害。所以我想办法啦，利用我哋土壤费的力量，让办人来教我哋嘅行业子弟啊，多多少少的讲下。还有一个呢，我哋暑假有喊的时间，可以讲我哋办排将我哋行业的夏令营，本来啲会外嘅行业子弟啊，转起啦，多多少少学到学会，老阿爸、老阿婆啊，讲到伊哦，学会同佢家当一节。第二泰國嘅客家人對於心懷客家，亦即係保持得高度嘅熱情。佢哋唔單止在雙重蛋糕係眼光重現，在人老人之間，還有愛和關懷來聯繫彼此嘅鄉親父親。理想會將來到泰國打拼事業，在家庭和事業慢慢嘅穩定之後，3年前，佢為台上出租了離泰台灣客屬聯誼會。雖然現在泰國打拼，但係佢哋仍然在台灣耍時最需要演出嘅時節，傳出嚟溫暖嘅訊息。客家人向前行，前頭路泰打拼，在海豚嘅節目第8度將會繼續為你做介紹。每生啊，情歌到山條，看到歌船啊，愛潮潮啊，歌船開你嘅容易盡啊，愛歌是你也難低調，愛歌是你也難低調啊。在臨安部，天子亮同葉景明嘅兩個泰南人行入嚟曼谷嘅傳統市場。佢最後在一個賣泰腸嘅中藥攤頭前停下來，同時還用流利嘅泰國話來談判換價錢。今年一定要客家嘅炒泰腸做嚟食咯。雖然佢哋嘅腳步，我哋來到了黃岩道嘅屋下。另一門就在睇到一層一層嘅客家小炒嘅菜香，紅寶珠和棕樹香正在做下無限地做客家菜。好吃嗎？好吃好吃。他們呢菜式不過呢，用多少3滴的辣椒，還好茶花。試試咧。肉菜湯。肉菜湯，哇！你也偷個仔來呀？係啊，來。還有水哈？還是多。來了哈，要不然你過來掐我不配。好吃嗎？多謝。哎，你講啊？大蝦麼？大蝦。哦。好吃好吃啦，他們蠻難食的哦。要不然你講嘛，是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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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用電子食呢，是苦
主要的就是人上人啦吼，他是贵下面，你本身食到便宜，你哪个这个不是他都会帮忙，你上了摆你这种新闻和大家嘅新闻，大家系咩啊？今次要按样标准哦，大家试下用下，错嘅咧特想一下，就應該家已經有紅菜先，嗰樹紅菜你另外幾多啊？差不多。哦，那就買呢？一份啊。一個香煙嚟執錢，香煙菜，等我哋講到香味，咧講到一啲想法，有冇唔記得呢個香味？哦，香煙嗬。係用。呢定係泰國台灣客家同鄉會嘅成員，因為同鄉會嘅前會長黃延高買嚟錢貨，大家就相約到有屋卡嚟釣撈熱，做幾樣嘅客家菜，講客家話，重新回味台灣嘅客家食飯。你一幅菜或者眼醬係咪用咩大類係嘛？係。買幾大類啊？一睇大類啊！眼醬、眼香，我哋都皮到嘅，一條都好食，大家都食。哦，故鄉嘅菜啊。哦，真冇食到嘅，真就冇食兩嘅。是啊。你要是那裡香煙啊，就台灣講究嘅喲，這特別是摸，我洗手洗咯，你啱啱洗得做成摸咯。一機會哦，你本來提會長、請會長先啊，係呀，新會長進步哦。新會個識睇話做事情也要到啲會啊，冇嘢新會冇識到弄嘅咯，所以講你你樣識得啦，係呢些啊，你成呢性的啦，你睇下。是來辦醫生係。是辦醫生同辦醫生哦，唔知辦。呢個時間講冇人講啦，時間都得啦，呢個談書麼？你客家人前喺講時間談書做嚟未嚇？當初哈，我哋整天用嘅客家會嘅時間啊，就話做生意，你做生意嘅群體哈，即係上即係下，推介啦，200間嘅工廠哈，我全部預借過。嗰時間啊，你當多因為客家人。一開始他就唔提過客家人，他就唔講客家話，所以話有冇人冇意他嚟講，唔係客家人，唔係客家人，當到朋友啊就鼓勵講，你聯絡一下，就成立客家同鄉會。曾經和佢哋嘅構想一提出來，馬上就得到了一度客家台上嘅支持和口面。有啲人一聽講係客家人嘅聯誼會，馬上出現親切嘅向往支持，主動參與。客家人啊，喺泰國啊，有舉足輕重嘅社會地位，因為對啦泰國嘅國家有貢獻真大。對將來泰國嘅客家總會啊，喺泰國啊都有500-600萬茶，對於台灣也有差唔多有2-3千茶，對於各個行業行業啊有很多嘅幫助。所以啊，泰國啊跟客家人啊喺泰國啊要團結。呢個同鄉會最大嘅功能，除了秉持社會子女客家情，樂意處人講義氣嘅處事態度，還幫助泰國嘅台商解決問題。喺台灣鄉親啊，大家啲台灣來泰國啦，厝內家來講嘛，大家人生路不熟啊，該有遇到乜嘅困難，有乜問題啊，自家是無法符合解決。人家鄉親呢，是可以來協助佢，來培訓。啊，我嚟講有小食，台灣嘅小食也好，泰國嘅小食也好，有乜好快小食嚟講嘛，大家可以嚟講互相啊，嚟同地基，大家有乜嘅小事，大家就會啲。啊，我有乜嘅好嘅人咧，上機啊，有錢無穿咧啊，大家也幫捱幫佢嚟講啊，大家有錢財。泰國台灣客家同鄉會原名為利泰台灣客屬聯誼會，正式成立於2000年。佢嘅目的就係加強會員之間聯繫，認識客家人嘅傳統精神文化，同時也結合會員嘅力量回饋社會。最重要嘅係佢哋係強護定客家文化傳承嘅重要使命。我哋為了其他地區嘅其他嘅台灣商會，我哋辦得冇重要。我哋為辦隻客人嚟特色出來，
也到文化材料，从啊你喺台湾嚟山歌啦、客人嚟书啦，所以咧客人嚟录音家留下嚟山啦、文化文物啊，我两百年来收集起来，本我哋海外推广，不去了解我哋客人传统，莫比唔记得。因此呢，带动了我哋所有同乡啦，也出去讲。我行业，我近排做人家做股票啊，明日咧自家攞咗嘢，土雞咪當頭咁嘢啦，那土雞咪好啲咯。汪立立喎嚇。誒，汪立立邊個梗土雞？你講啦，而家3000萬份結賬，但你幾萬嘅啦。跟住啦，唔係好笑，唔係好笑。在今嘅家庭傳承地擺度，大家用客家話講少少，再加上滿族嘅風味客家菜。一時之間，讓人唔記得咧身處異鄉，有嚟轉到屋企嘅感覺。呢個由客家協嘅台上出租以成嘅離泰台灣客屬聯誼會，除嚟 KPU 聯繫泰國嘅客家鄉親之間嘅情感，在事業上相互照顧之外，對台灣兩地土地也唔少唔記得，積極嘅注意台灣國內發生嘅事件。禮拜嘅抗戰時期間，泰國台灣客家聯誼會喺亞洲地區首先提出為樂見最大嘅中台灣嘅海外僑胞團體。在呢個時間，樂見嚟12萬隻嘅最大病同大量醫療用品運台灣嘅醫療語言，打破嚟雙人無祖國呢個刻板嘅觀念。台灣客家人在他鄉從生存競爭環境嘅衝擊，長久以來分變演化。一直到去年來，就慢慢嘅思考文化價值嘅延續，除了刻苦耐勞、努力創業同團結奮鬥，也慢慢嘅在世界各地發展出屬於客家文化嘅價值觀。就像係中生態先生所講嘅，我哋絕對唔會講出自家係客家人，應該以自家係客家人為光榮，共同慢慢嚟。